麻园的乡亲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麻园历史真趣味。我是伫溪仔基大汉的阿权。咱今仔日要来了解100年前伫麻园设立的第一间现代化的西洋教育学校——麻园公学校。麻园国校今年的毕业生是第53届，但是你毋通误会，就是讲麻园伫53年前才开始有学校。1916年，也就是101年前的4月1号，日本政府新竹厅伫咱即马麻园国校的港即个所在设立一间学校，名叫树花头公学校麻园分校。树花头公学校就是即马的新竹市北门国小。伫大清帝国末期到日本时代，咱北市麻园甲头前溪南岸的水田、南马、旧社拢上伫同一个行政区，所以麻园分校是对树花头分出来。麻园分校设立的时呢，有2位先生，学生70个，占地比即马较阔。教室、教员宿舍拢起伫即马运动场、活毛溜迄个位啊。4年后，1920年升级独立做新竹厅麻园公学校，有6位学生，有6位先生，学生256个。学区包括豆仔埔、番仔陂、新社、交杯、麻园、马铃厝、溪洲、白茶粉、新庄旧港。又过经过2年，伫1922年，这间学校刷去新社，改做新社公学校，所以咱麻园公学校就是新社国校甲竹北国校的前身。这间学校伫咧麻园的时间只有短短的6年。麻园乡亲可能拢毋知影有这间学校，一直到38年后的1960年，丰田国校才分出麻园分校。100年前，麻园就有现代化学校设立。去年拄好满100周年，咱无庆祝到麻园设校100周年，实在是真拍算。2020年，麻园公学校就要升级独立满100周年，咱麻园民间会当来考虑联合新社国校、竹北国校来扩大庆祝，毋通互咱后一代袂记了咱祖先捌行过历史。